kickboxing rule. 2 minutes, 2 rounds. No backhand block, no pinching, no knee, no knee, no knee, no elbow. Okay? Hey, listen now. Go back to your corner. J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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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r! 1-1, fight! Round one 第一回合，紅溫拳為主啊！雙方一開始都係用緊呢個搏拳嘅形式啊！佢嘅大未能命中。咁南方目前咧都有好多組合嘅動作啊，每一次咧都唔係打一個打下嘅動作啦，好多時候都係一個連招。有時睇 gap 就跟一個後手吸除，呢個又要出踢。紅方拳手嘅遠距離都發揮得幾好啊！行近啲一個 jab， 想跟一個後手拳啊，但係未攞到一個距離。嘗試逼近，跟一個後手擊拳。30 seconds left。呢個左腰碎大，但俾紅方擋咗。一個近距離逼打，但都未有話有下半鐘。一個直撐腳。目前睇嚟個優勢喺南方嗰有少少啊。10 seconds left。End of round one， 第一回合結束。Round 2. Yes, round 2. 咁大家嚟喺呢個遠距離擊打上面，一路近身搏鬥拳法。咁佢兩邊一開始第二回合嘅時候就進行一個火拼啦已經，唔需要再有任何近距離嘅試探啦已經。又要掃踢。一個特別，一開始都已經放緊拳啦，拳都好似紅方。又要掃踢，再加後手直拳。呢回合好似紅方發揮得好呢個啱啱嗰個回合喎，攞個距離好過南方少少啦，一個遠距離啊同埋近距離啊都係令到南方好難進行反擊到嘅。又要掃踢，再加後手直拳，再個褪後啊，唔俾南方有一個容易反擊嘅距離啊。南方到而家都未攞一個好好嘅優勢，去攞一個距離去俾自己擊打。呢個直撐腳再加後手直拳。咁啊，南方攞到距離啦，就入距離咧，不停喺度左右吸除。紅方嘅技巧都更勝一籌啊！你嘅腳法同拳法吸得比較好。有近距離前鬥。咁留意翻呢場呢個踢拳嘅比賽係唔允許有任何糾纏嘅情況嘅。一個直撐腳，再一次嘅後手直拳。因為啱啱開始嘅時候，紅方就放曬所有力啦，已經。依家開始有少少跌波啊！因為後手直拳係南方反擊，近距離，咁我有拳法，10 seconds，最後10秒。後手直拳 stop。End of round 2，第二回合結束。Here's the result. Judge 1, red corner 19, blue corner 20. Judge 2, red corner 20, blue corner 19. Judge 3, red corner 19,
blue corner 20. Congratulations to blue corner.